你好，我係 Doctor Brand Patterson。今日我想同你傾下一個好常見，但係成日俾人忽略咗下腰痛成因。如果真係俾人忽略咗傳統治療下腰痛嘅方法，例如物理治療、脊醫、按摩治療、針灸，甚至冇普通科醫生，都唔會有持久嘅效果。最離譜嘅係，如果正確診斷到 SI 關節不穩定，我哋一陣會解釋清楚咩嘅。只要診斷得啱，其實可以有好大幫助。其實只要你喺屋企做咗適合咗嘅，或者避免咗唔啱嘅動作，佢好快就會有反應。我想用一個典型嘅病人例子開始講解，佢就係帶住呢種症狀嘅我診所嘅。佢係一個19歲嘅舞蹈員兼戲劇學生，喺曼哈頓讀書。最初係因為玩雪橇先開始痛。佢當時佢哋好硬好凍，喺雪上面玩雪橇，一路玩一路喺尾龍骨度彈上彈落。呢個就係你條脊骨，呢度係你頭骨底部，而呢啲骨咧就係你坐落去嗰啲骨，醫學上叫做坐骨結節。你玩雪橇嗰陣咧，就係不停咁喺嗰啲骨度咧彈上彈落，撞得好大力。之後佢開始喺肩胛關節嗰度痛，即係你肩骨同胛骨之間嗰個關節，明明咧肩胛關節咁痛，之後仲傳到去冇乜部，痛楚仲上到去冷下腰，甚至落到條腿度。佢試咗幾個月揾脊醫、物理治療師，甚至針灸師幫手，但都只係暫時舒緩啫。過咗好幾個月，情況慢慢好翻啲，但有一次佢彎身開抽嘅咁痛又翻嚟。佢又翻去原點咧，真係好沮喪。佢又再試翻去揾脊醫或者物理治療師，都係冇咁舒緩。之後冇準備去歐洲旅行，要周圍行，冇諗緊，因為有啲嘢咧會令佢痛得更嚴重，好似有時行路企耐咁，例如排隊、彎身距離，仲有長時間坐，好似搭飛機、火車或者巴士，佢覺得自己根本冇可能做到呢個歐洲之旅。喺出發去旅行之前咧，仲喺屋企。佢哋揾到我哋，佢同佢母親揾到咗我哋，佢哋入嚟啦。我參加咗考試，我確定佢嘅 D 髂關節不穩定。喺診斷過程中，我將教你點樣揾出與之相關嘅症狀，然後俾佢，我將喺呢個視頻中話俾你聽嘅建議，我哋能夠俾佢喺唔到2週嘅時間內感覺好好多。佢去咗嗰次旅行，佢完全冇痛楚，可以背囊咧做晒所有，佢真係好穩陣。所以今日我就想同你分享呢啲嘢。我哋而家會做嘅就係我會教你 SI 關節嘅解剖結構，因為如果你唔明白嘅結構，其實好難明點樣可以令佢好返。下一步咧就係 SI 關節點解會受傷。咁我哋會講下最常見會令一個人有 SI 關節問題，或者 SI 關節扭傷，或者一開始就有 SI 關節肩胛關節不穩定嘅原因。跟住點樣可以發現到呢個問題？你點樣知道自己係咪有呢個情況？你喺 YouTube 上邊係冇辦法完全確定，但我可以俾佢可能會令你有共鳴嘅資訊你，亦都可以佢去同你嘅醫護人員傾下。最後你喺屋企可以做咩事情？邊啲嘢你原本以為係正確嘅，但係實際上佢會導致更多嘅痛苦，咁應該避免邊啲嘢呢？咁我哋開始啦。D 髂關節佢咩？呢個有咩問題呢？首先呢個你個骨盤，你個 D 髂關節就喺兩邊，你可以從正面見到佢，而呢個關節大約應該有大概1至3度嘅活動幅度。每次你行一步，佢就會咁樣前後滑動，就係因為咁你行路嘅時，佢部先會有嗰種搖擺感覺。D 髂關節咧幾乎完全係靠離帶連住一齊。呢幅圖咧係出自 Frank Netter 醫生嘅人體解剖圖譜。你可以見到呢度係 D 髂關節嘅後邊，呢邊咧就係前邊。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佢哋帶嚟做好本分，拉鬆啲或者受傷嘅，冇辦法好好固定住 D 髂關節，佢要保持穩定就好困難。你呢個關節附近有好多肌肉負責穩定，但係特別係跨過呢個關節嘅就係你嘅梨狀肌。佢係由你側邊嘅臀部開始，穿過坐骨神經切跡，然後連接到你 D 骨前邊呢度。呢條肌肉好重要，因為佢有時會令我哋臀部痛，甚至痛到落去腳後邊。另外咧，你啲坐骨神經係喺梨狀肌下邊，
或者直接穿過梨狀肌。如果梨狀肌因為要代替做唔到佢嘅肩胛關節嘅帶而變得好緊，甚至出現觸發點，就會壓住坐骨神經，佢就會出現坐骨神經痛嘅症狀。呢個情況其實就叫做梨狀肌綜合症。佢究竟肩胛關節點樣會受傷？通常都係因為創傷性原因。一個好典型，睇落好似佢哋，但其實會傷到嘅情況，就係你唔覺意踩落一級樓梯或者路邊石，隻腳伸直咗落地，嗰下震動會影響你嘅骨盤同埋脊椎。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跌倒，例如佢結冰嘅行人路滑倒，或者做運動時跌親。你學緊溜冰鞋或者直排輪，係咪？你去溜冰，你落樓梯嗰時候滑倒，跌落去其中一邊屁股，會對肩胛關節嘅擴大造成剪切力，實際上就係扭傷咗嗰啲嘅帶，令到佢哋冇辦法好好穩定住肩胛關節。重點係點解呢樣嘢可以咁嚴重呢？其實就係因為你嘅骶骨，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尾龍骨，佢哋脊椎底部係成個脊椎嘅基礎啊，基本上支撐住你成個身體嘅結構。如果你其中一邊嘅肩胛關節唔穩定，咁你嘅穩定性就會唔平均，就好似間屋嘅地基咁。如果地基唔平，咁其他嘅好似牆、屋頂都會歪晒。就係佢呢啲問題可以一路影響到成條脊椎，但好多時我哋都喺呢度感覺到痛。另一樣要考慮嘅就係有啲人母帶比較鬆弛，係咪？其實大家都喺呢個範圍之中。有啲人佢哋帶真係好緊，有冇人啲母帶就好鬆。佢哋帶鬆嘅人呢，通常都中意做嘅要好大柔軟度嘅活動，好似瑜伽、啦啦隊或者跳舞嗰啲。有一個方法可以測試就係撳你隻拇指，睇下可唔可以拉到去貼住你隻手臂。你睇得出我哋嘅帶係緊定係鬆咩？我只可以拉到咁遠啫，係咪？仲可以睇下你隻手踭，如果你伸直隻手踭，佢會唔會有啲反向彎曲？係咪？定係佢就停喺度？我自己就只可以去到咁遠，係咪？我屬於巨帶比較緊嗰邊。如果一個人佢巨帶比較鬆，佢哋就會有較高風險出現骶髂關節扭傷或者其他問題。咁你點樣分辨到呢？你點知自己有冇骶髂關節問題，或者有冇骶髂關節唔穩定？首先要揾個好醫生同你一齊處理，唔好輕易放棄。如果你已經揾咗醫生，但覺得佢嘅進展，就試下揾第二個，問下家人或者朋友有冇好介紹。如果你喺舊金山灣區，請查找我哋 Positive Motion Chiropractic， 唔好放棄。了解我哋喺本視頻中討論嘅內容，將有助於你同醫生進行更明智嘅討論。有啲嘢無法喺視頻中重現，因此喺我嘅辦公室裏邊，我喺冊中尋找嘅一啲嘢就係骶髂關節區域觸診時嘅壓痛，係冇就喺呢度或者呢度。佢哋有冇咁大鬆弛？我哋啱啱已經講過呢樣嘢。我仲會睇下，如果我做一個跨越骨盤床部區域嘅肌肉測試，然後對嗰個關節做牽引，好似拉條腿咁，沿續方向拉幾次之後再測試翻嗰條肌肉，咁樣會唔會令到嗰條肌肉失去力量？其實唔應該嘅，係咪？應該要保持強壯先啱。如果真係失去咗力量呢，對我嚟講就代表嗰啲肩胛嘅帶有問題。你可以留意下自己有冇肩胛關節、骨盤、下腰、抗部或者坐骨神經痛，而且呢啲問題都解決唔到，你會覺得好煩擾，你會覺得咁多方法我都試過，就好似我哋一開始講過嗰個19歲嘅舞蹈員咁。如果你照過 X 光同 MRI， 醫生都話你冇事，一切正常，但你自己最清楚自己身體，你知道你真係有痛。呢啲問題咧，其實咧係 X 光上面根本睇唔到，即使係 MRI 都好難睇得清楚，甚至可能完全睇唔到。就算係 MRI 都係咁，所以呢啲情況我哋一定要做身體檢查，要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先揾到。如果你長時間企住，會令到痛加劇，或者長時間坐都會痛。雖然都可以係其他原因，但呢種情況好典型，就係 SI 關節唔穩定，通常只會影響一邊，唔會兩邊都有。以脊醫角度嚟講，通常如果我哋用手法矯正，病人會即刻覺得好啲、舒服啲，可能維持幾個鐘頭，跟住佢哋又會話我哋痛又翻咗啦。其實我哋唔係想要呢個效果。當我哋針對關節做專門嘅脊醫矯正，佢哋嘅真係需要嘅時候，
效果係持久嘅。所以如果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去矯正，但效果都維持唔到好耐，佢有可能你係有關節唔穩定，而用手做啲脊醫矯正未必係你呢個情況最啱嘅方法。另一樣我哋經常見到嘅就係有啲人好想拉筋，假設佢哋做緊大腿後肌拉筋，或者做弓步拉筋，或者做瑜伽，佢哋覺得自己需要咁做嘅時候又覺得好似有改善，但係一停低痛楚都仲喺度，根本冇真正幫到手。最後呢，我哋睇下一部分呢，會講下有咩可以做，例如用插轉帶正確咁帶上去呢，幫助穩定關節。當有人帶上卡轉帶，佢我診所見到嘅情況就係佢哋會話佢呢個就係我一直以嚟覺得自己需要嘅嘢，呢幾個月甚至幾年嘅有痛楚，呢個就係我想要嘅感覺。所以身體好神奇，好多時都會話俾你知你需要啲咩。當一個人帶上去之後話佢真係好正，通常都係一個好明顯嘅指標，代表你有 SI 關節扭傷或者關節唔穩定。咁你可以點樣幫自己嘅 SI 關節舒服啲呢？當有人有 SI 關節扭傷，通常只要接受正確治療，好快就會見到效果。你而家知道佢可能發生咩事，可以同你嘅醫護專業人員一齊合作，同你一齊，佢哋會幫你揾到問題所在，同佢哋傾下，跟住佢哋嘅建議去做。但係我哋診所會咁樣幫我哋病。首先，我建議使用不同於腰部束伸衣支架嘅轉子帶，非常別同，並且有好多唔同品質嘅。我發現喺我嘅實踐中，效果最好嘅係呢啲梭羅拉轉子帶。我會喺下邊嘅節目說明中放置我獲取佢哋嘅鏈接。SI 帶環繞你嘅大轉子，我哋會喺後邊咧將帶子鬆開，然後咧你要將佢圍咗你喺部最闊嘅位置，或者你喺大轉子嗰度。所以我哋就咁樣圍過去。我係着咗褲底下，咁佢就可以睇到。之後咧，我會喺兩邊再加多少少拉力。通常我哋幫人戴上呢個嘅時候，睇落好時尚嘅。當我哋幫人戴上嘅時候，佢哋會話就係我一直想要佢哋。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呢樣嘢，所以 Token Tertial 係一個好簡單又好正嘅配件，可以好快令到人舒服好多。我幾耐會叫人戴住呢個？我會叫佢哋清醒嘅時候戴住，通常會戴大約2個星期。不過如果佢哋扭傷得好嚴重，我都試過叫人戴足6至8個星期。但最正嘅地方咧，就係佢唔會令你哋肌肉萎縮，你任何一塊肌肉都唔會萎縮。如果你用腰部護腰帶長時間戴住，其實會令你嘅核心肌肉萎縮，係咪？咁樣反而會令你更容易有腰痛，或者傷到你條腰或者椎間盤。下一樣要講嘅就係要避免佢會令 SI 關節受壓嘅活動。記唔記得我哋之前講過 SI 關節每行一步都會喐1至3度，有時甚至5度。當有人令到嗰個關節受剪力時，其實就係加壓佢哋喺帶上面。我哋帶住插轉帶嘅原因就係想幫佢關節穩定嘅，等佢哋帶可以慢慢愈合。佢有啲咩會令 SI 關節受剪力呢？例如做弓步、跑步、拉筋，做瑜伽嘅戰士式，用樓梯機、踩單車，特別係將單車凳擺得好低，令到你隻腳要抬得好高嗰啲情況。其中一樣最好可以強化相關部位，幫助改善 SI 關節唔穩定嘅方法就係行路。不過唔好去行咗好斜嘅山坡，只係冇平地行路就得，用一個合理嘅步速行就可以。咁做嘅話，我哋建議1日3至4次，每次15分鐘。但係如果你只可以一次過行1個鐘都冇問題，咁樣真係好幫到你盤骨嗰度嘅肌肉同關節。我自己嘅診所用開有樣嘢，我覺得幫助佢大愈合，令病人快啲康復，就係 Standard Process 出咗一款產品，佢叫做 Ligaplex One。我會喺下邊放個連結俾大家。但係 Ligaplex One 其實就係一種天然嘅營養補充品，可以幫助佢大愈合。我用唔用都得，我只係發現佢真係可以加快康復進度。跟住就係脊醫矯正。有趣嘅係呢個關節其實喐得太多，因為關節扭傷，所以變得過度活動。所以用手做矯正，即係你會聽到啪一聲嗰啲手法，根據我學過嘅係唔建議做嘅。呢啲嘢我哋就唔應該做。如果真係覺得關節需要矯正呢，我哋可以用低力度嘅矯正方法去影響關節。
呢個就係所謂嘅 activator 工具。冇睇落好似有啲嚇人，但其實只係輕輕咁彈一下。我哋可以用呢個工具嚟做矯正。呢度有個細細嘅 drop table 係我哋用嚟處理四肢嘅。但如果你醫生有隻醫佢上面嘅 drop table，佢會咁樣升起，然後根據設定嘅張力，佢就會跌落嚟。咁我哋可以好好咁矯正 BSI 關節，但係同時咧，呢個都係低力度方法。呢種方法叫 Thompson Drop Technique， 係低力度技術。所以如果真係需要矯正咧，呢個都係另一個可以用嘅方法。如果你喺呢條片學到佢有用嘅嘢，真係好開心。如果你中意，記得 like 同留言，有問題都可以話我哋知。你哋嘅問題係我哋拍片嘅動力，解答你哋嘅問題，幫大家變得更健康。如果你訂閱我哋頻道咧，我哋會好開心啊！我哋一直都想幫大家更了解自己身體，咁你哋就可以 feel 得更正。祝你身體健康。如果你而家有痛症，希望你快啲好返。